娱乐超 Skr 母亲节特辑真心话大胆说，好起来了，立刻干杯这样子，很可爱。那时候有交一个女朋友，就是偷偷把那个我妈的钱，就是都是奉献给她这样。那其实是我赚的钱呐，那因为包给妈妈的，但是妈妈就说好，因为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这样，她就相信我。反正到时候可能弟弟要缴学费，还是要缴我们的那个房子的贷款的时候，然后再跟你讲。有一次我妈在吵说，等一下你去领多少出来？我说啊是啊，来贷给他存归800块，我洗杯的种子，然后我就跑去我同事那边跟他讲一下，你起码要100块，给我的孩啊！刘文心可以先站好，我们两个可以先离开，因为我觉得妈妈要很多钱。母亲节别搞啊，较正经的。对了，然后我是真的非常的爱你，母亲节快乐。其实我长大了，现在也有小孩，我才知道妈妈当初真的非常的辛苦，为了要教育我们。那我当了爸爸为人父了之后，我真的才知道说妈妈的辛苦。对，那希望就是妈妈永远可以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对，当然在这边我老婆也是妈妈。对，然后她要照顾我的小孩子小新，其实也是很辛苦。是，对，那我在这边也要感谢她，这么的无私奉献。对，谢谢。两个妈妈都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耶！